神講到淫婦嗰度必不得轉回，亦都講到與婦人行淫嘅必喪掉生命。咁點解大衛王佢犯奸淫，同拔示巴犯奸淫，但係佢有得轉回，繼續做以色列嘅王，亦都並冇橫死，直至70歲終老而死呢？係咪神唔信實？係咪神偏袒大衛王呢？唔係，因為大衛王肯認罪，而認罪嘅後果，以下嘅經文就對佢有呢一個保護嘅作用。例如喺詩篇103篇，神講到：他不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，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。天離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又喺第2度，神講過，我哋係因為主耶穌，佢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，傾盡寶血洗我哋嘅罪，用佢嘅命還我哋嘅罪債，所以我哋先至得到赦免。就好似喺以賽亞書53章，神講到：因他的刑罰，我們得平安；因他的鞭傷，我們得醫治。我哋就知道，我哋之所以得救，並唔係因為我哋係好人，我哋全部都係罪人，好似喺羅馬書3章所講嘅一樣，包括大衛王都係一個罪人。我哋之所以可以能夠得救，可以唔使面對神頭先講嗰啲咁嘅好可怕嘅審判嘅警告，係因為我哋應受嘅審判、應受嘅刑罰，神已經加諸喺主耶穌身上，佢代我哋受咗。就好似羅馬書所講，因為我們還軟弱的時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。為義人死是少有的，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，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。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一切都係出自神嘅愛，一切都係出自主耶穌，佢係願意捨己謙卑救我哋嘅大愛，為我哋代死代贖，我哋先至可以逃避到神喺好多地方講到最可怕嘅後果，各樣嘅審判。歌頌偉大嘅主耶穌，歌頌偉大嘅救主彌賽亞，神嘅羔羊，奉主耶穌名獻上感謝讚美，阿門。